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列王紀下第12章第1節至21節，主題係約阿施的統治與終結。作者喺列王紀下第12章記載，約阿施登基之後，喺耶路撒冷作王40年，喺祭司耶何耶大嘅教導之下，佢行上主眼中看為正嘅事。約阿施吩咐祭司收取百姓嘅奉獻，用嚟修理上主嘅殿，但過咗好多年都冇咩進展。於是王問責祭司，之後改為喺殿門口設立奉獻箱，百姓就將銀子投進去，收嚟嘅銀子就交俾督工管理，按實數需要發俾木匠同石匠修理聖殿。啲工人做事誠實可靠，所以都唔使再特別查賬。不過贖愆祭同贖罪祭嘅銀子仍然歸祭司所有。後來亞蘭王哈薛攻打耶路撒冷，約阿施只好將聖殿入面嘅聖物同王宮府庫嘅金銀送俾亞蘭王，求佢退兵。之後約阿施嘅臣僕叛變，喺米羅宮將約阿施殺死，約阿施個仔亞瑪謝接續作王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列王紀下第12章記載，約阿施喺祭司耶何耶大嘅教導之下，行上主眼中看為正嘅事。咁當你有屬靈長者或者導師帶領時，你願唔願意放低自己，謙卑受教，踏實行喺正直嘅路上呢？